即係將呢個惠陽雞嗰個做法，再傳承落去咯，俾老街坊有個交代，俾呢個品牌有個交代。Hello， 各位老友，最近廣州老灶咧重開係熱點嚟嘅，今日就一齊試下惠愛飯店 ，follow me。點個讚，一起開飯。哇，好高興見到佳哥啊！惠愛飯店嘅資深老員工，惠愛飯店幾時開嘅？86年開嘅，開始嘅我就入行跟師傅嚟做呢隻鮮味雞。作為老廣我哋度揾人啦，最近重開咧，我哋好激動嘅，因為啲老字號重開咧，佢唔單止一個餐廳啦，我覺得都係一個粵菜根嘅傳承。喺惠愛做咗五多年。點都有個感情喺度噶嘛，係嘛？有啲老街坊啊，成日都有啲電話嚟問啊，咁樣係嘛？隻雞喺邊啊？隻雞啊點啊咁樣，咁啊啱啱適逢咧就惠愛又重新裝修，即係將呢個惠陽雞嗰呢個做法，再傳承落去咯，俾老街坊有個交代，俾呢個品牌有個交代。23年咧就攞咗10大名雞之一。咁其實你覺得佢憑咩攞到廣州10大名雞咧？有幾方面嘅。第一方面個選雞有180天，山林走地清遠嘅麻雞，放養140天。咁剩翻嗰40天咧就圈養啦，嘈翻肥啲。第二方面咧係白滷水浸雞水咧，我哋用18種藥材落去嘅，好靚嘅瑤柱、蝦米、骨頭熬成個白滷水湯。熬成之後咧，基本上唔會再換，每幾日換一次藥材。另外仲有一桶凍嘅白滷水，2次入味，迅速火辣，每次浸個雞好似雞新鮮。其實一路有冇啲味道變化過嘅咧？途中當然有，86年嗰時啲人嘅口味同而家嘅口味係唔同嘅，配方做法係一樣嘅。一個味咧就有個微調，好有嗰種海味味逼落嚟，同普通白切雞嘅區別，真係佢入邊嗰個雞肉啊、雞皮啊係滲到入去嘅。你睇一睇啲薑肉，手工得出嚟，起粒座，薑味足，但係唔會辣口。第二係用正本地嘅紅頭葱，薑多，葱白少，我哋再油，土雜花生油，環環相扣嘅，啲客嚟食到都比較滿意。第一次點菜點鹹酸啊！呢度嘅鹹酸咧係廣州獲獎名小食，同細路仔時候街邊一串串鹹酸一樣味啊！嗱，呢個炭爐湯陣咧睇到就知火候夠啦。呢個料超足嘅冬瓜盅咧，面盤咁大個，原汁原味又夠清潤，新鮮鯪魚起肉打成膠，心急咧食唔到靚魚腐啊，全靠一下下慢慢炸成型。喺呢度咧魚腐都係功夫菜啊！第一次食咁紮實嘅魚腐，質量感咧好強啊！超中意呢度搭配羅氏蝦嘅黃皮醬嘅，佢係慢慢熬出嚟嘅，酸甜有層次，好濃嘅黃皮香味，一啲咧都唔輸意大利嗰啲頂級黑醋啊！墊底嘅菜咧都係沙律級㗎，黐埋啲醬食，慢慢嘆佢。全廣州咧應該就呢度有手工鮮腐竹製作名檔啊！磨豆、煮豆、過濾、成型、晾乾，一氣呵成啊！主打天然無添加，豆香就是不一樣。加入蔥油泡椒炸花生，係我食過調味最複雜嘅腐竹啦。同樣係廣州名小食嘅惠愛薄撐，升級之後加入芝麻花生醬，口感煙韌，幸福感爆裂啊！食完一個即刻想食第二個。嗱，嗰啲咩好罪惡又忍唔住口啊，講嘅咪去咯。呢度一棟3層，空間設計融入嶺南元素，3樓係包廂。老店嗰塊充滿故事嘅牌匾咧，都被完整保留咗落嚟。喺堅守傳統工藝嘅同時咧，呢度都做咗全面嘅升級啊！從腐竹、肉丸、肉餅到魚滑，每一樣都係店入邊師傅純手工製作，誠意滿滿。咁用心嘅出品咧，贏得咗眾多老廣嘅認可，用行動為呢份匠心投票。咁樣嘅出品，人均都唔過100，你有冇興趣嚟試下？關注我，一齊食好啲，下期再見。